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約伯記第22章第1節至30節，主題係以利法說約伯是偽君子。作者喺約伯記第22章記載，以利法強調約伯嘅苦難係因為佢自嘅不義引致。以利法認為約伯因為冇善待窮人同埋弱者，導致帶嚟上主嘅懲罰。以利法強調上主嘅偉大同埋公義，上主高高在上，超越人類嘅理解。上主唔會因為人嘅行為而得到益處，相反，卻會因為人嘅罪行而施行審判。以利法勸約伯要悔改，放低罪惡，重新親近上主。以利法相信約伯若果懇求上主嘅憐憫，必定能夠重新得着上主嘅祝福同埋拯救，脫離苦難。最後，以利法描繪約伯悔改後嘅美好結果。約伯將重新被上主興起，生活會安穩，禱告會蒙應允，甚至能成為其他人嘅祝福同幫助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約伯記第22章記載，以利法強調約伯嘅苦難係因為佢嘅不義所引致。其實你會唔會喺其他人受苦嘅時候作出批評，就忽略真正對方受苦嘅真正原因，甚至缺乏同理心呢？